你知道嗎？世界公認嘅5個長壽村：中國廣西巴馬、中國新疆和田亞美尼亞高加索地區、巴基斯坦漢薩、厄瓜多爾比爾卡班巴。佢哋有個共性，就係地磁場強度均超過世界其他地區。而由地球磁場衍生嘅 PMF， 讓人類健康邁入生態能量大時代。PMF 就係脈衝電磁場，地球表面具有一層龐大嘅脈衝能量，形成一道天然嘅保護屏障，為地球上嘅生物阻擋宇宙射線、太陽風等各類侵襲。所以就似陽光、空氣、水、營養一樣，脈衝電磁對生命健康至關重要。同地球一樣，人體也會散發脈衝能量。著名嘅 Brian Myers 博士係佢嘅 PMF 是健康的第5元素藝術中，通過一組數據對比，青年時期人體散發嘅脈衝能量大約係每分鐘3到5次，並隨年齡增加，逐年降低頻次，中老年時期降至約每分鐘1次，而糖尿病患者約為每10分鐘1次。直觀咁展現咗脈衝能量與人體健康嘅重要關係。唔難理解，通過細胞散發嘅脈衝能量，血液可以擁有足夠動力，即使到達身體嘅各個部位，亦即係話脈衝能量可以促進機體血液循環，從而保障人體各器官健康運轉。我哋都知道細胞健康等於身體健康。通過對不同情況下嘅細胞電壓監測，我哋發現健康嘅細胞生理電壓為70到100毫伏，心臟細胞生理電壓為90到100毫伏，肥胖人群脂肪細胞的生理電壓為20到25毫伏，而患有慢性病或其他受損嘅細胞，生理電壓為30到50毫伏，癌症患者嘅細胞生理電壓為15到20毫伏。被譽為有史以來最重要嘅健康發現一書《接地氣不生病》中寫道：人體係電器，地球係電源。從大地散發出來嘅原生天然能量就係抵禦炎症、緩解衰老嘅最終良藥，並通過各項實驗和數據證實，地球散發出嘅自由電子可以中和體內引發疾病、破壞細胞嘅自由基，進而改善細胞內嘅新陳代謝，幫助修復病變區嘅損傷細胞。所以脈衝電磁就似充電器一樣，可以為細胞不斷積蓄能量。PMF 開啟全球物理療法新征程。早係20世紀70年代 ，PMF 就已經被美國 FDA 批准用於臨床治療，並取得不錯嘅療效。唔單止，世界各國政府對 PMF 療法官方准入都高度重視。有超過1萬篇關於 PMF 嘅科學文獻發表，有超過2000個雙盲研究證明 PMF 療法係一種安全、高效可以促進機體健康嘅物理療法。一項著名嘅 PMF 係骨相關疾病治療中嘅研究，第45例，脛骨骨折後合併萎縮性骨部連局部感染嘅患者給予 PMF 刺激，結果發現 PMF 能夠促使約35%、16例嘅骨部連在10週內愈合，85%、38例嘅骨部連在4個月內愈合，臨床療效顯著。2015版中國骨質疏鬆性骨折診療指南中也明確指出 ，PMF 係一種簡單、無創、安全而有效嘅對骨折愈合有促進作用嘅物理療法。著名研究員克林頓奧博做過一項 PMF 干預睡眠的雙盲實驗，60名患有各種睡眠問題嘅人群分成2組，在相同條件下，一半人介入 PMF 干預，一半人非干預。結果顯示，加入 PMF 干預嘅人群中，85%嘅人瞓得更快，93%嘅人瞓得更好，100%嘅人瞓醒後精力更充沛。且多名參與者反映氣喘、風濕性關節炎等其他症狀也明顯好轉。PMF 屬於安全無創嘅物理療法，與藥物相比，沒有毒副作用，通過促進血液循環激活細胞能量，從根源上幫助機體恢復健康，
目前已係全世界範圍廣泛使用，不僅用於輔助治療各種臨床病症，如糖尿病、軟骨再生、骨質疏鬆、消炎止痛、帕金森，還被專業運動員廣泛用於增加耐力、恢復體能同提高速度等領域，更被眾多健康人士青睞。堅持用於日常保健。Olilife 泰克之兆能儀，科學養生，為健康續航。Olilife 泰克之兆能儀應用泰克之波與人體細胞同頻共振原理，釋放8到1000微米精準泰克之波，猶如人體細胞充電器一般，從腳底開始遍布去全身，為機體補充生物能量，讓身體由內而外通起來。Olilife 泰克之兆能儀產品優勢：安全無創，屬於物理療法，治療進行時無任何副作用，健康舒適，猶如幫身體做一次生物 SPA。大家容易接受並堅持，通過激活細胞促進機體微循環，從根源上改善亞健康問題，可同時改善多種不適症狀。一鍵操作，多個檔位，智能調節。家裏單位均可使用，一台儀器，多人享用，低成本、高效益，家人健康之選。每天使用 Olilife 泰克之能儀20分鐘，相當於戶外運動2小時，徒手按摩8小時，持續排汗1小時，連續刮痧60次。Olilife 泰克之兆能儀，科學養生，為健康。